大陆宫斗剧这几年大受欢迎，嫔妃们尔虞我诈炒出高话题，像是《延禧攻略》和《如懿传》更是风靡两岸三的。不过大陆官方媒体《北京日报》却在近日列举宫斗剧5大罪状，像是勾心斗角的桥段看多了、看久了，可能会影响现实的社交，抨击戏剧的负面影响。不容忽视，目前大陆各大电视台从上周6开始已经全面停播宫斗剧。电视剧《如懿传》，贵妃娘娘不会是您厌恶海贵人，一时急起来给他下了朱砂吧？你是疯了吗？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本宫还以为是你给海贵人下的朱砂。嫔妃们为了争宠，尔虞我诈，《如懿传》《延禧攻略》炒出的高话题，观众看得入戏，但现在被大陆官媒点名教坏鹰仔。电视剧《如懿传》，皇上绝不是一个轻言的人，那就不能让他活着出来剧情中勾心斗角，用尽手段把人逼上绝路。北京日报细数5大宫斗剧罪状，除了恶化当下社交状态，观众看完之后把本宫、小主挂在嘴上，热衷追崇皇族，宣扬奢华享乐，这都是片面追逐商业利益的结果。除了《延禧攻略》《如懿传》《甄轩传》和《步步惊心》也被点名。电视剧《延禧攻略》，真不知道皇后娘娘看中你什么，一个小小的秀女竟然也一步登天，跑到长春宫来了。另外，对于史实的错乱也会误导观众。同样清宫剧，同一个朝代的皇后、嫔妃，在《延禧攻略》和《如懿传》却是完全不同个性。对成年人来说或许能分辨，但对未成年的民众来讲，影响层面就很大。大陆各大电视台接到禁播宫斗剧的通知，包括在江苏卫视才播到第2集的《如懿传》，和在东方、浙江、山东3家卫视播出的《延禧攻略》，通通喊卡，但在线上收看则不受影响。